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5年11月6號，我係 Anna， 同埋4位朋友去深圳華強北中午飲茶，順道逛下新開嘅君上天虹超市。晚餐呢係星河 Coco Park， 同6位朋友一齊共進晚餐。呢間餐廳係馳名乳鴿王。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喺粉嶺港鐵站搭 B7 巴士香園圍口岸過關，蓮塘口岸搭6個站去華強北站，就嚟到呢間子若禮粵式點心茶居。要上一層樓梯，有啲牌匾寫住凡事預則立，不預則廢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。子若禮茶居呢，舊年7月先開張嘅，24小時營業，夜茶有半價。飲杯茶食個吧，下邊有2張白人台，地方都幾闊落，環境優雅，用古文同吊燈做裝飾。曾經試過深圳嘅飯樓同悅得閒，今次試下呢間。我哋5位朋友就喺大眾點評團購咗呢個148蚊嘅4人套餐試下。我選用咗呢個正山水種茶，每一個位置呢都有個茶櫃，自己沖茶。套餐嘅子若蝦餃王，蝦餃皮呢好薄，蝦又好鮮甜，好食。蒜香蒸排骨，子若姑娘炒米粉，排骨呢新鮮即製嘅，肉味唔錯，略嫌多骨。炒米粉呢淨得蛋絲同埋葱，炒得爽口彈牙，又唔太多油，味道唔錯。大家中意食緊荔灣艇仔粥，跟住吸塵機械人。買去成個亞洲都可以啊！係啦，可以寫咯。但台灣你要驗證，其他地方唔使驗證。子若北江春卷鬆脆好食，冇乜餡，講緊名牌手袋。但係好似豬髀咁樣嘅，就唔係。呢個新鮮做嘅紫菜韭菜煎餃呢，餡料嘅味道唔錯，韭菜都幾香。桂花養顏馬蹄糕呢，馬蹄好爽脆，清甜好食。秋冬之寶嘅13個9美人木瓜燉雪蛤同6個8嘅子若人參燉雞好抵食。食嗰啲人參雞呢都冇咁貴。嗱，你睇幾深？咁呢個抵喎。深唔深啊？反而呢個抵喎，呢個抵。呢個真係有驚喜。你有冇影條心啊？你有啊，影咗啊。有驚喜。係啊，我呢度張下補上咯。哦，呢條心都好長喎。佢最大條長白山人參咯。有茶有茶。有一條人參呢，參鬚好長啊，係東北原條人參嚟嘅。意猶未盡，加咗幾個點心，馬蹄蒸牛肉球，有芫茜嘅軟腍香滑好食。7蚊羊仔1粒嘅炸鹹水角，味道麻麻又冇乜餡。5個人就食咗268蚊人仔，相當抵食，仲24小時開放添。呢間位於現代之窗商業廣場華強北博物館都未有機會參觀。就位於中航城君上醫區2樓嘅天虹超市行下。2樓全層地方好大，舊年9月先開張，感覺上有啲似盒馬先生。10蚊嘅津州小籠包賣相都幾靚，好過自己包嘅嘛？自己包嘅嘛？仲有價錢比較平嘅預製餃子，仲見到有韓國同埋其他款式多款嘅炸雞髀雞翼可供選擇，仲有燒肉、滷水同炸乳鴿，各款嘅日式炸物，仲有蝦同小龍蝦、鹹豬手等等。海鮮就有冰鮮三文魚刺身，78蚊嘅大閘蟹都分1隻，呢啲25蚊嘅太細隻。仲有超大隻3萬嘅帝王蟹，大致上就係咁多。收穫呢就係買咗櫻桃番茄仔、山東金秋蜜桃各1盒。而家呢就喺華強北站搭2個站去大劇院站，轉乘1號線往機場東方向搭4個站去植物公園站。C 出口福華道南側就係通往星河 Coco Park。嗰段嘅星河 Coco Park 呢，地方都好大嘅，見到哈根達雪糕呢條電梯上，喺 M Stand 呢個入口上3樓，
門口嘅裝飾有好大好大好靚嘅燈籠，就係呢間賣以價王出名嘅大價飯餐廳，門口都好多人等位㗎喇。佢連續6年獲得米芝蓮同必吃榜，喺自由夾場每日先送。呢間老牌餐廳呢，係用好多黃色嘅燈籠燈做裝飾嘅，相當悅目耀眼。有塊牌匾寫住吃乳鴿，吃港汁。一路行到去呢，通往我哋嘅座位，沿途呢都見到有好多不同瓷像嘅擺設。嗰個瓷像手工都幾精美，餐廳佈置得幾古典嘅，牆上邊寫住自有夾場。呢張七人台呢係比較細嘅，茶係要咗鐵觀音，女士們就有紮頭髮圈送，貼心準備靚仔靚女細路仔手套。一開始朋友就喺大眾點評團購咗呢個498嘅乳鴿套餐，套餐嘅竹身浸濃加桑葉，竹身呢夠厚同埋爽，桑葉呢就比較老同埋鞋，味道唔錯。蒜蓉喺絲蒸秋葵賣相好靚，另加嘅脫骨鴨掌。秋葵蒸得好軟腍，加埋粉絲、蒜蓉、蝦米，清爽好食。另加呢個冇骨鴨掌呢就麻麻地啦，又硬，味道有鹹。另加嘅焦糖黑叉燒同套餐嘅石鍋蟹黃豆腐，叉燒肉質都幾腍滑嘅，但係就比較肥，味道呢就比較甜。石鍋蟹黃豆腐就一般啦，豆腐都滑嘅，但係就淡而無味。套餐包咗一隻傳統嘅椒鹽乳鴿嘅，乳鴿嘅味道呢就略為偏鹹，但係都醃得好入味，香脆好食。套餐嘅辣椒炒豬肉片，青椒同紅椒呢都頂級辣，豬肉片呢就野味腍滑，肉味香濃。仲有呢個冰鎮和味爽魚皮。魚皮呢都好爽脆嘅，但係就冇乜味，要加埋華沙比一齊食先好食。另加嘅冰鎮話梅花石榴呢，味道酸酸甜甜咁，幾清新開胃好食。套餐一隻同另加2隻嘅爆汁紅燒鴿王，味道比鹽焗好味，爆汁嘅程度好豐富，肉質都好嫩滑，外皮都好脆，仲配埋一煲香葱、黑椒、肉絲煲仔飯，飯米粒粒分明嘅，配埋甜嘅頭抽，幾好味。套餐包咗油甘檸檬茶、百香果汁各2杯，百香果汁就超甜。套餐同食物嘅質素都唔錯，乳鴿王都幾好味，7個人就食咗698蚊人仔。咁開心嘅一天，全日都係使咗166蚊港幣，相當抵話。最後就喺星河 Coco Park 永輝超市嗰度買咗呢個千層榴蓮蛋糕回家食，相當好味。另外買咗6杯 yogurt 試下都唔錯。最後喺植物公園站搭1號線搭8個站，羅湖站過關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